黃俊成議員。好啊，多謝主席。主席，我想睇一睇金管局對關稅戰下美債出現嘅問題，因為而家市場上都比較熱烈討論，就係今年6月咧，美國都有5.8億美元嘅債券到期。上個月咧就美國政府都提出徵收對等關稅啦，咁啊出乎市場嘅預期，美債都同樣受到拋售，咁啊債券嘅孳息率大幅上升，市場對美債嘅前景即係當然唔睇好啦。咁我想問一問總裁，我哋嘅外匯基金咧都有唔少嘅美元嘅資產，相信美債都係一個好主要嘅一部分。去新形勢之下，對我哋嘅即係外匯基金有咩影響呢？我哋去咩情況底下，譬如美國繼續進行所謂嘅對等關稅，令到佢哋嘅經濟衰退嘅話，我哋會去到咩情況先至減少美元資產嘅一啲個倉位？另外，我都想問一問一個商業地產方面嘅問題。過去1年呢，我哋嘅寫字樓啊、鋪租等等嘅商業地產呢都非常低迷啦。咁啊，市場有消息指有投資者都被 call 窿，令到佢大幅蝕讓有關嘅資產，令到咧即係部分銀行咧嘅不良資產貸款上升。咁我想問一問總裁，點樣去評估我哋整體物業市場嘅狀況，去到一個咩嘅水平？譬如整體嘅價格跌到去幾多，我哋先響起一個警號呢？兩個問題，多謝主席。係兩個問題。不如我答第一個，阿 Arthur 答第二個關於商業地產嘅啦。咁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好似我正話咁解啦。第一，如果你去睇啱啱即係上一個月話係美債嗰個波動性咧，其實有唔同嘅原因嘅。一咧就係關稅戰啦，二咧就係有一啲比較長期嘅持有者會唔會係更加多做分散投資咧？但係亦都有一個技術性原因咧，就係因為有唔少對沖基金係用槓桿嘅形式做咗一啲所謂 basis trade 對沖嘅一啲交易，佢哋咧就喺當風險增加嘅時候咧，佢哋就去平晒呢啲倉，突然間咧就要賣好多美債出嚟，咁所以係有啲技術原因。咁但係往後呢，我哋見到美債其實都係平穩翻嘅。咁嗱，對我哋外匯基金嚟講咧，好似我正話有提到啦，我哋喺嗰個支持組合，即係話同我哋貨幣管理有關嘅組合裏邊咧，我哋係會要揸啲好短、好流動性高嘅美元資產。但係喺另外我哋投資方面咧，係我哋係一路咁樣分散嘅，就做緊兩樣嘢。一咧就係分散投資，好似正話講啦，喺唔同嘅幣種、唔同嘅一啲資產，我哋去投資。第二，就算我哋揸住嘅美債咧，係我哋一路減緊嗰個年期嘅，縮短個年期。咁你見到咧，其實喺啱啱發生嘅一啲嗰啲波動性咧，都係喺長年期嗰度比較受影響。如果你短年期咧，其實個影響係細好多。咁我哋咁多年嚟一路咧都係縮減緊我哋嘅年期去做一啲防禦性嘅工作嘅。咁或者俾關於商業房地產嘅風險敞口方面咧，就銀行其實我哋都一段長時間，我哋都有留意相關嘅安排，唔淨係香港嗰個嘅商業房地產嘅情況，因為香港嘅銀行業亦都有部分之前呢係有一啲嘅風險敞口面向於內地嘅一啲嘅房企啦，咁所以就我哋都有投放相當多嘅監管資源去睇嘅，咁所以我哋嗰個嘅滲透嗰個監管個力度都強嘅。咁所以就如果你睇翻個總量嚟計咧，同商業房地產相關嘅貸款總量係佔我哋個貸款總額嘅15%左右啦，14點幾未到15嘅14點幾啦咁。咁裡面其實有相當嘅部分咧，都係面向一啲比較優質嘅一啲嘅房地產嘅公司。頭先黃議員提到話 call loan， 我之前都有提過，即係我唔好想大家用咗變咗一個口號，就話 call loan 就係一個有問題。銀行喺咩情況之下會去所謂追收一個嘅貸款呢？其實唔係好多時唔係因為嗰個嘅押品個價值轉變，而係嗰個嘅借款人究竟仲係咪還緊款呢？係咪有能力去還錢呢？咁若果一個借款人已經冇能力去還錢嘅時候呢，咁銀行先至會一般嚟講會採取一啲所謂追收貸款嘅行動。咁所以呢，就若果你話一好概括咁講話因為房地產價格特別係商業房地產價格跌咗，咁銀行就去追收呢。咁呢個係其實同現實嗰個風險管理嗰個嘅哲學或者係一啲做法根本都唔係好同嘅。咁所以就希望大家明白啦。咁無論如何，即係我哋認為相關嗰個風險呢，喺現時嗰個嘅判斷嚟講，都依然係可控嘅。